國安局前組長劉關軍涉嫌侵佔公款超過1.9億，遭去海外告打20多年了。這士林地檢署認定講，借錢的部分已經過這追訴權的時效，伊無起訴處分。不過也是有透過甲伊名下的台積電、聯電這股票賣掉等方式，有甲這1億9500多萬的犯罪所得報道轉來。另外，國檢署也查出講，這劉關軍涉嫌甲牽涉外交機密的宏天東洋等專案交予中國，這個罪呢，有關佇咧通緝當中。8號報紙看過，前國安局的組長劉關軍涉嫌侵佔公款，當領超過1億9200萬，第一項訴訟約談進前，就早一步走去海外。代志發生到今已經20多天，檢方認定伊涉及的貪污犯行，去年8月已經超過追訴時效，目前以無起訴來處分，但約會超過1億9500多萬。檢察官認已予追訴時效，為不起訴處分，合計追回新台幣1億9000萬餘元。外壁警察鐵門換新，和真濟當前攏搭差的刑，看起來完全無同。劉關軍用犯罪所得買這棟別莊，互檢方申請沒收准啊。經過法院拍賣，已經佇113年7月，以4200多萬拍賣出去。但是當約回就業的金額，都是靠檢方查扣變價。劉關軍名下台積電、聯電、華邦電這股票持有超過96萬股。那為了怕這個衝擊到當天交易日的這個市場，以這個幾個工作天來平均分批的賣出，應該不會刻意去考量說這個股票未來會不會漲。4檔股票在112年的2月分5天賣出去，摕回來至少1.4億，就算是對比即馬的股價，華邦電對每股23塊起到179塊，聯電對50塊變做125塊，台積電對516塊翻到2300多塊。干那台積電的10萬股就會當加4億，但是股票是互檢方追扣的，無方認定是犯罪所得。若是放到即馬才賣，金額超過犯罪所得的部分，顛倒是愛發行予劉關軍。這個國安密銷案並無完全結束，因為劉關軍方發現講，甲迄當陣經手的宏天東洋和明德專案，勘測官手秘密外交和美日外交的機密預算經費和文件，攏早去中國，涉犯的盜竊這罪嫌，攏是互高檢署偵辦持續發布通緝。記者綜合報道。